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3月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举起。耶稣捌安尼讲过。就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这个铜蛇，人子也要受举起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，拢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14节到15节。后面接续就是咱非常熟的经文，讲到上帝疼世间人。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囝，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伫世间，毋是要定人的罪，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。耶稣非常明白，将家己譬如伫旧约出埃及时期的铜蛇，这个记载就是出现伫咱今仔日分享的旧约经文民数记第21章，其实要对第1节到35节整段来看。当以色列人杀赢这个迦南人了后，以色列人就又过来，因为无水通啉，无物件通食，来对摩西生气来攻击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因就又过失去上帝的保守。当因驶过以东地区的时阵，因就伫旷野拄着毒蛇。济以色列人受到毒蛇来咬死啊！后来以色列甲人就开始来反悔，就甲上帝来求怜悯。上帝就赏赐一个医治的方式，这个方式就是吩咐摩西做一只铜蛇，挂伫一支锤仔机顶悬，互以色列人去仰望。民数记安尼来记载，以色列人离开何尼山，来往红海的路来行，为着是要来驶过以东的地区。伫路上，人民开始作乱，因就攻击摩西甲上帝，讲为什么将阮带出埃及？是要爱阮死伫这无食物也无水通啉的旷野吗？阮搁再吞袂落去这个遮歹食的物件，因为安尼上帝就叫毒蛇进入伫人民的中间，济以色列人互毒蛇咬死。人民来见摩西讲。咱出歹话攻击上帝甲你，阮犯罪啊！现在求你祈祷上帝，互这个铜蛇，这个蛇来离开阮。摩西就为着人民来祈祷，上帝就吩咐摩西做一只铜蛇，挂伫这一支枝仔条啊顶悬，通好互毒蛇咬着的人，因为看到这个铜蛇来活，所以摩西就做一只铜蛇挂伫条仔顶，互毒蛇咬着的人，一看见这个铜蛇就活。基督耶稣要成做铜蛇受举起，并且互所有仰望的人会通得救，得到医治。
这是咧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悬，要成做迄个牺牲。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所讲的，伊讲既若相信伊的人，拢会通得救。即内底既若就是咧讲所有的人，相信伊就是遐会仰头看同逝的人，拢要爱亲像民数记21章经文所讲的得救啊，就未至到死。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讲，望上帝选召的信徒朋友啊，恁应该思想耶稣，伊是阮信仰宣认的使者甲大祭司，伊忠心地选召伊来工作的上帝，就好亲像摩西忠心地为上帝之家工作一样。起厝的人所得到的荣耀，超过伊所起的厝。相款，耶稣比摩西堪得搁较济的荣耀。每一间厝拢是人所起造的，但是上帝创造万物。摩西伫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，为着上帝伫将来所要讲的话来做见证。但是伊基督用囝的身份，忠心伫立上帝的家。如果咱所坚持的、所仰望的信念甲勇气，咱就是上帝一家的人啦。希伯来书讲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超越过摩西。当然，耶稣基督较济得到荣耀，因为伊并毋是世上的人子，乃是上帝的囝。耶稣基督不但成做永远的大祭司，伊家己搁较是成做迄个受譬如做上帝的救恩、受举起的同逝。所有陷入伫迄个困苦中间的人，拢有仰望，因为借着受举起、仰望看见，就会通得到伊的救。现代医学就是用这个同逝的记号来做记号。咱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 logo， 其实就是用一支棍仔外口写着一个同逝做记号。可见圣经的同逝的救恩，真正深深影响着整个人类医学史的概念。就是要救人脱离类似同逝的攻击。这个同逝对咱历史来讲，可能亲像乌死病的威胁；脱离亲像武汉肺炎，咱讲现代同逝的侵扰。医学想要追求的，就是这种上帝拯救的快乐。但是这基本上有真大的差异。现代医学所挖掘的是人的力量、科学的知识、统计的研究。但是如今咱知影，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到6874860万，确诊的人数搁差不多10倍，67585505人。每100个人的中间，就有一个人死亡；每100个确诊的人中间吼，如果用世界80亿的人口来算，确诊的这个比率约略差不多16%。伫现代医学科技伫这场的武汉肺炎的战役的中间，当然有帮助人真济。但是，亲像还阁相当的欠缺。咱知影确诊的人数、死亡的人数，犹原每一天拢在增加的中间。
咱需要医学，需要自我封闭，更较需要互迄个受高举耶稣基督的医治甲救恩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，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酒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。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感谢上帝举起你的救恩，予所有仰头仰望的人，拢会通得到救恩。基督就亲像东蛇享受着永远的拯救。互阮有盼望，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